你以為移民只係打工仔會諗，其實而家越嚟越多老闆都主動揾第二據點，唔單止為咗身份，更係為咗公司走出去揾新市場，或者為下一代鋪路。今日就話你知，老闆移民唔係走佬，而係部署點樣可以創業家身份一齊拎落地營運，揾資金再推展業務。澳洲創業加生意落地加永居身份，選項一 NIV National Innovation Visa。NIV 除咗創新類型人才，仲有州政府提名類別，針對有潛力嘅科技創業家、投資人或企業主。咁重點係咩？可以選擇投資落當地科技項目，或直接設立自己 startup， 經由州政府 nomination， 符合條件就有機會攞 PR。冇最低投資金額，科技、醫療、綠色產業、AI、平台型創業者特別受歡迎。呢個簽證適合想用自己創業實力、科技項目落地澳洲，並獲得身份同發展空間嘅老闆。選項二482自僱加 Hong Kong Stream PR 路線。如果你係香港護照持有人，482可以幫你打開長期落地嘅大門。如果你冇辦法喺澳洲揾到僱主擔保，亦可以揾間香港或海外公司去澳洲開公司，自己做老闆再擔保自己。持 BNO 或香港護照者 ，Visa 有效期長達5年，唔使靠其他僱主。居住滿3至4年後，可透過 Hong Kong Stream 轉永居，冇年齡限制，適合有業務基礎，想落地擴展市場，同時取得澳洲身份嘅老闆。紐西蘭創業移民加公民與澳洲 PR 機會。紐西蘭 Entrepreneur Work Visa 創業工作簽證就係唔錯嘅選擇。創業移民投資金額少，拎到紐西蘭護照去澳洲住，會自動享有澳洲永居資格。最低投資額10萬紐元，具基本英語嘅要求，需通過打分制度，首次可獲批12個月，以展開同埋設立業務。成功開展並營運業務之後，可續簽延長至最多3年。營運滿規定年期並達標後，可申請永久居民身份，適合有實體業務經驗、希望穩健落地紐西蘭經營、長遠轉身份嘅創業人士。紐西蘭除咗生活環境宜人，仲冇資本增值稅，對老闆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。加拿大方面呢，初創或者實業老闆兩條路行得通。先講 Startup Visa SUV， 加拿大對創新創業者非常友好。SUV 嘅亮點包括無最低投資金額、英文要求低、CLB5 有孵化器、創投或者天使投資支持即可，可一步到位申請 PR， 唔需先工作簽證，最多5人可以一齊申請，非常適合 Tech 團隊。另外，加拿大仲有 PMP 創業類省提名，想開餐廳、零售、教育、生活服務類公司，要求包括最低投資金額加至10萬蚊起，必須創造一個全職本地職位，英語 CLB 4到5，有清晰轉 PR pathway， 只要營運達標，適合想穩打穩紮落地做實體業務嘅中小企老闆。美國 EB2NIW 自僱創業移民直通綠卡，唔想靠僱主，想落地美國創業發展平台 EB2NIW 就係你嘅選擇，唔需公司 sponsor， 自僱創業者都可以申請，無最低投資金額，只要你嘅業務對美國有國家利益，如創造就業、促進科技、社會貢獻，可一步申請綠卡。連同配偶子女一齊，需符合學歷或傑出能力條件 NIW 3項測試，適合科技創業家、專業人士、有規模或潛力嘅創辦人。歐洲方面有愛爾蘭同埋葡萄牙創業簽證加歐盟自由通行權。愛爾蘭 STEP 創業移民只需要有初創資金，金額5萬歐羅，用於自己公司，無需 IELTS。成功申請住滿5年可轉永居。擁有愛爾蘭公民身份之後，可向歐盟27國加英國居住與工作權利。葡萄牙 D2 創業簽證冇硬性最低投資要求，需實際運營，適合經營公司、網店、自由職業者。Startup Visa 有彈性居住便利，5年後可申請永居護照，葡個護照可享整個歐盟27國工作生活權利，適合想用低成本落地歐洲，又希望逐步轉身份嘅老闆。台灣嘅創業移民，投資少，生活熟悉，台灣創業家簽證，投資金額最少20萬美金，行業唔限於科技、餐飲、文化、創意都得，達到營業額門檻或者就業貢獻之後可轉長居。
WealthKey 唔止做簽證申請，我哋係老闆移民專家，幫你評估最啱你嘅生意模式與身份路線，設立公司，包括海外分公司，協助撰寫商業計劃書，落地營運，請人報稅，協助申請政府資助創業基金，提供一站式落地支援，法規、財務、營運導入、合夥連結。我哋已幫助多個香港、新加坡國內公司成功擴展至加拿大、澳洲、美國、歐洲市場。今時今日，企業全球化唔再係大公司專利，中小企一樣可以透過移民擴張、增值資產，為下一代鋪路。想知邊個方案啱你？揾我哋 WealthKey 傾下啦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有興趣嘅老闆朋友。